位伫南区体育公园，甲伫德溪中央的哈赫拿尔深拿，上早伫个17世纪的文献史料，甲伫古地图都有记载，意思是海牙人的深拿，是台南市区难得保有原始风貌的都市深拿。经过市府近年来德溪的整治，甲伫深拿自然的保育，现在成为散步的步道。游程还有公园的这个优化哈，我们先求有再求好，先求哈尔拿尔公园现在的一个环境的整理。之前大家也讲说，有些浪在那边，我们也做了一些处理。那路线包括灯光也做了一些调整。那至于要1、2期，就所谓 A 区、B 区要整并或者要怎么样子做，那当然是列作接下来后续的一个调整的方案啦。就是说要变成哈尔拿尔公园的 A、B 区，要变成一个大的哈尔拿尔公园，或者是还要再跟周边的竹溪要再做怎么样的连结。总之，那个变成一个除了台南市南区的一个腹地后花园之外，也希望变成全台南市的一个好的公园。因此，市府观光旅游局嘛特别将哈赫拿尔深拿散步路线结合周边德溪水环园区，甲着水高社文化园区的自然生态，甲着历史古迹，传承导览的路线，将伫个4月5号甲12号举办2场的体验导览。哈尔拿尔森林公园叫做海牙人的这个森林哈，那当时是他们的这个狩猎的这个古狩猎场，那里面这个森林这个苍郁茂密哈，那我看起来我去看了一下，觉得它还有保留这个原始森林的一些样貌哈。那再来的第2个景区叫做竹溪，那竹溪大家也是常听到的，这是月见溪的名称哈。那这个月见溪、竹溪这个诗意盎然。那竹溪烟雨大家都知道它是旧府城的12胜景之一，相当的这个足水啦竹溪的周边也有非常多的这景点。导览的路线除了涵盖自然的生态、历史的古迹，甲着在地文化以外，另外周边体育场加水高社，还有真侪美食的店家，民众千万袂用的来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